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位头来讲起。讲到下礼拜二，就是西洋情人节。若讲到爱人斗阵，上惊酒醉讲三明歹势，若酒醒讲昨暝歹势。嘛惊去拄到菜花芳，一丛菜了搁换一丛，两人先困斗阵，诚心做伙。若是要送礼，嘛是有禁忌，因为有钱才会日日节。像讲若是一般无爱送礼，因为烦恼对方走去找别个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咱时间到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位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后礼拜二就是西洋情人节，即马开始，真侪人拢开始准备要送予礼物，送予心爱的人。啊，毋过你敢知影这情人节背后由来是啥物？另外一年内底又有偌济情人节？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要和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张图，咱先来看卖这2月14西洋情人节，大家一定拢想讲，这天是非常欢喜、非常幸福、非常甜蜜的一天。啊，毋过其实这西洋情人节背后有一个互人感觉非常唔甘的故事。咱先来看卖这由来第一种讲法，就是讲爱纪念这生父Valentine。传说来讲，是伫罗马时代，其实一直发生战争，所以迄当时皇帝就下令讲，迄当时还未结婚的这查甫人，拢爱去做兵，袂当来结婚。啊，毋过这消息一出来的时阵，就互真侪相依爱男女就朋友是感觉讲非常痛苦，因为无法度结婚。啊，毋过这个时阵，这生父马伦泰就出来偷偷啊替人来证婚，所以呢，这件代志后来也是互这皇帝来发现讲，所以皇帝就决定要甲这生父马伦泰来处死。处死的这天，就是伫西元269年2月14。所以呢，后壁的人为着要纪念这马伦泰伊的勇敢，所以甲这2月14变作是马伦泰纪念日。在马伦泰纪念日伫英文内底就是 Valentine's Day， 所以就变作是后壁的西洋情人节。好，这是第一种由来的讲法。另外来看卖第二种由来的讲法，就是讲哥罗美时代迄当时2月14迄天，就是母亲节。传说讲，迄天庆祝的方式，就是这查甫人会当抽这查某人的名，两个人就会开始来约会。后来，若是两个人互相意爱，就会当继续来交往，甚至是来结婚。这都是情人节第二种由来讲法。好，咱知影这情人节由来了后，大家一定定定不袂清楚，就是到底2月14这天是查甫爱送礼物给查某，还是查某爱送礼物给查甫？原来呢，2月14西洋情人节这天是由查某先送礼物给查甫，表达家己的心意。另外后一个月3月14白色情人节这天，则是由这查甫来送礼物，给这查甫来回应家己的意思。啊，毋过其实送礼物的时阵，有一寡美感，有一寡禁忌哦，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。第一个就是雨伞的伞，这伞甲疼伞的伞，两个音是真相型，所以就代表较无好的意思。两个人感情是无法度继续，无法度久久长长。另外，这亏信扇甲伞散开这音嘛是真相型，所以嘛比较较无好。第三个就是这送钟甲这送伞因素是真相型，所以呢送这时钟也是手表嘛是有较无好的意思。啊，佮有这加刀代表甲两个人的感情来加长，两个人无法度久久长长。啊，佮有这鞋啊，这鞋啊鞋甲蛇避邪的蛇，因是真相型，都是有较无好的意思。另外，上尾来看卖这手巾啊、面巾啊，这其实是伫办丧事的时阵回送礼物的这物件，所以讲，若是伫情人节这天送这两个物件，嘛是比较较无好的。除了这送礼物有一寡禁忌，其实回送礼物嘛有一寡美感哦。亲像第一个，咱来看卖，若是回送礼物送这糖啊，这糖啊，大家来想看卖。甘女嘴内底呢，其实是非常甜蜜蜜，就代表这感情是真甜蜜。另外，会当甘伫嘴内底真久长的一段时间，就代表这感情会当久久长长。所以，若是查甫送这糖仔互查某，就代表讲我介意你的意思。好，第二个来看卖这饼。饼若是甘入去嘴内底，马上就散开，马上就无法度继续维持原本的形，所以呢，就代表这感情是维持真简单、真单纯的这个关系就好。若是查甫送饼给查某，就代表两个人单纯做朋友就好。第三个讲法，
就是讲送这棉花糖，这棉花糖大家想看卖，干入嘴内底，马上就扬起，就代表这感情是无法度继续来维持，马上感情就消失。所以讲，若是查甫送这棉花糖送互查某，就代表我甲你拒绝，两个人是无法度继续来做伙。好，除了这送礼物、回送礼物以外，其实大家嘛是非常好奇，一年内底到底有偌济情人节？其实每一个月14号拢是情人节，亲像是1月14就是日籍情人节，7月14是银色情人节，啊个10月14是这葡萄酒情人节，12月14就是这小榄情人节。每一个月14号拢是情人节，所以算起来12个月内底都有12个情人节。啊，毋过大家千万莫袂记，5月20就是520我爱你，嘛是这网络情人节，佮加上这旧历7月17，就是这七夕情人节，加起来拢总有14个情人节。好，无论如何，逐个月拢会当过情人节。啊，毋过若是两个互相意爱的人，其实每一天嘛会当过情人节，嘛提早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